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。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成佛如來威神力故，遍8千萬億世界，分是身形，救拔一切業報眾生。若非如來大慈力故，即不能作如是變化。我今又蒙佛付囑，自阿逸多成佛以來，六度眾生，顯令度脫。唯言世尊，願不有慮。爾時佛告地藏菩薩：一切眾生未解脫者，性色無定，惡習結業，善習結果，為善為惡，逐境而生，輪轉五道，暫無休息。動經塵劫，迷惑障難，如遊網，將是長流，脫入暫出，又復遭網。爾是等輩，吾當憂念。汝既不是往願，累劫重世，廣度罪輩，吾復何慮？說是語時，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，名定自在王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薩累劫以來，各發何願？今蒙世尊殷勤讚歎，唯願世尊略而說之。爾時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薩：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，那由他不可說劫。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其佛壽命6萬劫，未出家時為小國王，與一輪國王為友，同行十善，饒益眾生。其輪國內所有人民多做眾惡，二王計以廣設方便。一王發願早成佛道，當度是輩，令使無餘。一王發願若不先度最苦，令使安樂得至菩提。我終未願成佛。佛告定自在王菩薩：一王發願早成佛者，即一切智成就如來事。一王發願永度最苦眾生，未願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復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清淨蓮華目如來。其佛壽命40劫。像法之中有一羅漢，福度眾生，因賜教化，遇一女人，名曰光目，切食供養。羅漢問之：欲願何等？光目答言：我以母亡之日，知福救拔，未知我母生處何趣。羅漢問之：為入定觀，見光目女母墮在惡趣，受極大苦。羅漢問光目言：汝母在生作何行業？今在惡趣受極大苦。光目答言：我母所習，為好食啖魚鱉之熟，所食魚鱉多食其子，或炒或煮，痴情食啖，計其命數千萬復倍。尊者慈憫，如何哀究？羅漢聞之，為作方便，勸光目言：汝可自成念清淨蓮華目如來，兼塑畫形象，存亡獲報。光目聞已，即捨所愛，尋畫佛像而供養之。復恭敬心，臂入瞻禮。忽於夜後夢見佛生，金色晃耀，如須彌山，放大光明。而告光目：汝母不久當生汝家，才覺飢寒，即當言說。其後家內彼生一子，未滿3日，而乃言說，稽首悲泣，告於光目：生死業緣果報自受，吾是汝母久處暗冥，自別汝來累墮大地獄，蒙汝福力方得受生，為下賤人又復短命，壽年13，更落惡道。汝有何計令吾脫免？光目聞說，知母無疑，哽咽悲涕，而白彼子：既是我母合知本罪，作何行業墮於惡道？彼子答言：以殺害毀罵二業受報。若非蒙福救拔吾難，以是業故未合解脫。光目問言：地獄罪報其是云何？彼子答言：最苦之事不忍稱說，8000歲中卒8難境。
光目聞已，涕淚號泣，疑白空界。願我之母永脫地獄，不13歲更無重罪及歷惡道。十方諸佛慈哀憫我，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。若得我母永離三途及私下賤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，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花目如來像前，卻後百千萬億劫中，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，誓願救拔，令離地獄惡趣、畜生、餓鬼等，如是罪報等人，盡成佛境，我然後方成正覺。發誓願已，據聞清淨蓮花目如來而告之曰：光目，汝大慈憫，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。吾觀汝母13歲不捨此報已，生為梵志，壽年8歲。過是報後，當生無憂國土，壽年不可計劫。後成佛果，廣度人天，數如恆河沙。佛告定自在王：爾時羅漢福道光目者，即無盡意菩薩事；光目母者，即解脫菩薩事；光目女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過去久遠劫中，如是慈憫發恆河沙願，廣度眾生。未來世中，若有男子女人，不行善者，行惡者，乃至不信因果者，邪淫妄語者，兩舌惡口者，毀謗大聖者，如是諸業眾生，必墮惡趣。若遇善知識，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，是諸眾生悉得解脫三惡道報。若能至心歸敬及瞻禮讚歎香花衣服種種珍寶或服飲食，如是奉事者，未來百千萬億劫中，常在諸天受勝妙樂。若天福盡，下生人間，由8000劫常為帝王，能憶宿命因果本末。定自在王，如是地藏菩薩，有如此不可思議大威神力，廣利眾生。汝等諸菩薩當記是經，廣宣流布。定自在王白佛言：世尊，願不有慮。我等千萬億菩薩摩訶薩，必能成佛威神，廣演是經，於閻浮提利益眾生。定自在王菩薩白世尊已，合掌恭敬作禮而退。爾時四方天王俱從座起，合掌恭敬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薩於久遠劫來發如是大願，云何至今猶道未絕，更發廣大誓言，唯願世尊為我等說。佛告四天王：善哉善哉，吾今為汝及未來現在天人眾等廣利益故，說地藏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內生死道中，慈哀救拔，度脫一切罪苦眾生方便之事。四天王言：唯然世尊，願樂欲聞。佛告四天王：地藏菩薩久遠劫來，屹至於今度脫眾生，猶未不願。慈憫此世罪苦眾生，復觀未來無量劫中，因慢不斷，以是之故又發重願。如是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中，百千萬億方便而為教化。四天王：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，說宿殃短命報；若遇竊盜者，說貧窮苦楚報；若遇邪淫者，說雀鴿鴛鴦報；若遇惡口者，說眷屬鬥爭報；若遇毀謗者，說無舌瘡口報；若遇瞋恚者，說醜陋龍殘報；若遇慳吝者，說所求違願報；若遇飲食無道者，說飢渴煙病報；若遇田獵刺情者，說驚狂喪命報；若遇培役父母者，說天地災殺報；若遇燒山林木者，說狂迷取死報；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，說反身鞭撻現受報；若遇妄報生初者，說骨肉分離報；若遇毀謗三寶者，說蠻聾瘖啞報；
若遇輕發慢教者，說永處惡道報；若遇破用常住者，說億劫輪迴地獄報；若遇污煩無爭者，說永在畜生報；若遇湯火斬着傷生者，說輪迴地上報；若遇破戒犯齋者，說禽獸饑餓報；若遇非理毀用者，說所求決絕報；若遇吾我貢高者，說卑使下賤報；若遇兩舌鬥亂者，說無舌百舌報；若遇邪見者，說邊地受生報。如是等閻浮提眾生，身口意業惡習結果，百千報應今粗略說。如是等閻浮提眾生，業感差別，地藏菩薩百千方便而教化之，使諸眾生先受如是等報，後墮地獄，動經劫數，無有出期。是故汝等護人護國，無令是諸眾業迷惑眾生。四天王聞已，涕淚悲嘆，合掌而退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。如來慈憫轉大法輪，婆羅門女救慈親，各花度迷津，摩耶夫人請問地藏因。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，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，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。